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伫疫情有严重危险的时，咱会使透过网络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请备办心来敬拜。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即时，请咱做伙吟圣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28首，天父看到触角跋落，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阮徛者，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23篇，也就是诗篇第96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毋过上主创造这个天，尊贵甲威严包围伊，权能甲阳光充满伊的圣所。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权能归乎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着带祭物进入伊的殿院，着穿圣洁的礼服，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着伫伊面前惊吓皮皮喘，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无动摇。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天着欢喜，地着快乐。海甲迄内面的活物拢着出大声，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上主得来啦！伊要来审判普天的，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实审判万民。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因为疫情的关系，兄弟伫厝用网络线上聚会，你有应允讲，无论伫什么所在，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你也伫因的中间。你是全能、全能、稳定的主，是永远活的上帝。愿一切恶乐、一切荣耀拢归乎你。阮得到帮赞，是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你有应允，既然求叫耶和华的，
耶和华甲伊3000军。主啊，你时常施乐你的救恩，赦免一切反悔归向你的人。恳求你伫逐个忧伤痛悔的人的心内，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赦免阮一切的罪，也洗清阮心内的不义甲误会，互阮有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互阮无论大细汉，一世人认真敲吹，明白你的真理。一世人认真跟对主，享受上帝赏赐的活命。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自头到尾，交托伫主的手中，保守詹义勇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有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你的话语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同齐来共读上帝的话语，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我来读。后来，耶稣用一个比喻甲因讲：有一个好业人，伊的田园大丰收，伊心内想来想去，讲：我无到所在通顿五谷，当要安怎？伊就讲：我着安尼做，我要甲仓库拆起来，搁起较大间，通来顿五谷甲一切的财物。然后对我家己讲：你已经积聚真侪财物，有够通用真侪年，当清用啦！来啉，来食，来享受。毋过上帝甲伊讲：戆人，今暝就要收回你的性命，你所积聚的一切要留互啥人？同款。为着家己积聚财富，要互上帝看做好业的，嘛会安尼。愿上帝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这是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学乐，因所要吟的诗歌是稳定的路，稳定的路。家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香香的坐，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觉。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詹义勇牧师，詹牧师是南澳区泰雅尔总会和平教会牧师。伊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南洋丰盛育成蒙福。咱将时间交予詹牧师。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以及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今天早上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在这个早上，无非是为了我们花莲玉山神学院来到贵教会做请安报告。还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刻，牧师也代表着玉山神学院到另外一间教会做请安报告，也是在5月份的第3个礼拜。5月份的第3个礼拜是我们总会所定的，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奉献。所以在去年的这个时刻，牧师也是在另外一间教会做一个请安报告。谁都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谁都不知道下一刻将会是如何。去年的这个时刻，牧师也接到电话，说：“嘿，曾牧师，很抱歉，因为现在我们教会可能要线上直播了，所以到时候你到教会的时候可能看不到人，你要看着镜头说话。”我心里想，哇，在做传道生涯里面还没有遇过这种事情，就第一次就在那个时刻就开始要面对着镜头说话。天哪，底下没有会众，到底要怎么讲道啊？看不到人怎么说话，觉得怪怪的。所以当下我就想说，没关系，就当自己是明星好了，让自己当成明星好了。就这样，第一次的经验。那今天也同样的，在上个礼拜，牧师也接到了干事的电话说，教会要线上直播。心里想，哇，又是线上直播，想说神的教会看不到人，怪怪的呢，看不到弟兄姐妹，怪怪的。我们今天的信仰不单单是只有看录影带，如果看录影带就不用进到教会，我们就看电视直播就好了。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教会是一个有互动，一个互助，是一个彼此交易的一个团体。这样的教会才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教会。哈利路亚！感谢神，今天早上牧师来到贵教会，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您，就在这个时刻，所有凡是敬畏你的人，他们都会在教会或是线上一同来敬拜你。无论在台湾这个时间点里面，愿我们都能共体时间，共同面对疫情所带来的一些不方便，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也能成为台湾的守望代祷者，能让台湾走出更美的一片天，也能让我们的生活能拾回过去般的自由。主啊，求你垂听这么多的人向你呼求，也求你透过今天的敬拜，分别赐福着所有愿意爱你、愿意渴慕你的。我们将这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早上牧师刚刚到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椅子上有那么多本黑色的这个圣诗，那牧师顺手拿来看一下，就看到非常醒目的一个字一个标题了哈。那这醒目的一个标题是教会公用南洋长老教会社教60周年庆，而且是在2021年。如果牧师的家庭存储没有错的话，这个教会的社教应该是1961年。那如果是1961年，那
再加一个61，就是2022年。哈利路亚，感谢主！在1961年，教会诞生了，教会在这里诞生了。在61年前，教会在这里诞生。我相信在南洋地带，在这61年的变化一定很大。特别今天牧师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这里是宜兰的市中心啊。来到这里，车子绕了一圈找停车位，我感受到这是宜兰的市中心，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一个历史的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是一个很棒的地理位置。即便今天我牧养的信徒不管是多少人，但是在这个车水马龙之间，有很多的人来来往往在你周遭。换句话说，他们有意无意的都会遇见或看见我们今天的南洋长老教会。61年来，我相信在这块土地上有许多的变化，有许多的不一样。61年，假设今天有一个婴孩跟这个教会一起诞生，走过了一甲子61个年头，这个人也即将要退休了，对不对？这个人也要退休了。弟兄姐妹们，漫长的61年当中，神与南洋教会同在，神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在这个地方的变化，在这个地方的增长里面，神说我要让我的教会在这块土地上，因为他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要成为更多人的帮助。所以今天牧师看到，这个教会在去年才过60年，然后今年已经迈入61年，也正好是1961年。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能走到现在，是因为有一群爱主的人；一个教会能走到现在，是有一群愿意为神的教会做事的人，所以教会才能走到今天，走到这一刻。让我们来试着想想看看，在耶稣传道生涯的开始，耶稣也不是一个人做服事呢，耶稣也不是一个人传福音呢。耶稣传福音的开始之际，他也找了一批人，找了一些人要跟他一起做传福音的工作。如果从事工上来看，这些人是耶稣的同工啊，因为他们跟耶稣一起做工。可是如果从真道上来看，往天国的道路来看，这些人都是信仰的学习者。所以这12个人，大部分大家都称他们为门徒。之所以叫门徒，因为他们要受装备，因为他们要受训练，所以他们在真道上，在跟耶稣同行的时候，在学习如何来经历上帝。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南洋长老教会也不是一开始，也不是说有一群人。南洋长老教会，我相信在61年前，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些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们需要有一个能敬拜上帝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在地或在附近家里附近有一个能敬拜上帝的场合。所以这群人开始做一个教会的工作，做一个建造教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他在传福音的开始，他必须要找一群人与他同工，他必须要找一群人与他怎么样，在传扬上帝国的福音里面来一同学习。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想一想，大家都不是会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应该事事都能，事事都行，他还需要别人的帮助吗？还需要拉拢人说，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我们来一起推动一些我们要做的事情。耶稣还需要吗？既然是神的儿子，他还需要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从神性来看，如果是从做事来看，如果是从神迹的大能来看，
或许耶稣可以不需要这些人，但是耶稣为什么需要？总是有他的一个问题，总是有他的一个逻辑在。为什么需要？弟兄姐妹们，主不能与你常常在一起呀，耶稣不能常常跟你在这个世上在一起呀。如果耶稣要跟你在这个世上在一起，这个地方岂不是变天堂了？岂不是变天堂了？就不用那么努力了。就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不在天堂，我们在我们的人世间里面不断打撞生活，所以呢，他来到这里，他有他的任务，他有他阶段性的目标，他有他的时间性，所以呢，我必须要储备，必须要预备，当我离开以后，能继续为主传扬福音的一群人，能继续为天国的福音来传扬的一群人。弟兄姐妹们，基于这样的想法跟这样的目标，所以今天感谢主，这些人靠得住呢，这些门徒靠得住呢。耶稣离开了以后，这些门徒靠得住，门徒走出去传扬福音，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了教会的存在，教会的扩展，甚至在今天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从高山到平原，从本岛到外岛离岛，你都能看得见教会，这就是教会福音的扩展。弟兄姐妹们，耶稣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教会的福音要扩展，扩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人们都可以认识到上帝。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可以听听上帝的话语，听见神宝贵的福音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理，是过去今天以后都不会改变的。这个真理是世世代代的延传下去的一个真理，过去的人听这样的信息，今天的人也听，将来的人也要听。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段经文，岂不是耶稣在传道生涯里面的其中一段，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的一段遭遇，一段经历，不是吗？当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刚刚我们施惠哲带领大家读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呢。耶稣说了什么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田产丰盛，然后呢，他心里在想，他说这么多的田产，我要储存到哪里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逻辑应该行不通啊。为什么行不通？一个做农人的，一个做农作的，他应该在工作之前都必须有装备，甚至知道他的仓库储仓都一定要准备好，这样才能做一个农人。连仓库都没有，连厨具都没有，他要做什么农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逻辑听起来好像不太通。怎么会烦恼到说仓库要放在哪里？那个田产丰盛收了以后要放在哪里？弟兄姐妹们，当耶稣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原来这个财主真的是田产丰盛，年年都丰盛丰富，非常丰富，丰富到仓库的都不够摆放。他年收的所有东西庄稼要放到现有的仓库都不够摆放，以至于他有一个烦恼，那个烦恼是到底这些田产丰收了以后我要放到哪里去？后来他自己想了想，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个，拆了现有的，重建盖更大的仓库，才能怎么样把这些庄稼都装进去。然后圣经怎么讲？耶稣的比喻说，这个财主就很高兴的，和本圣经里面他是告诉我们说他会把这个财物放在仓库里面，然后对自己说，就是说对自己的灵魂说，他说什么？他说
我可以往后的几年里面安安逸逸的、快快乐乐的享受我所丰盛的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这个财主真的很丰盛，然后他为他自己的将来预备了这么多的东西。这是一件美事呢，这是一件好事，对不对？我们终其一生在日光之下劳苦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对不对？我们在日光之下工作劳苦努力打拼，为了什么？为了将来，为了明天，我们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用，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不然的话，你就不要那么努力了。可是呢，一个人靠着双手、靠着双脚努力打拼，这个耶稣怎么好像不太满意呢？他把这个比喻讲出来，好像不太满意呢。他对这个财主不太满意呢。然后耶稣怎么讲？他说无知的人，现代中文译本怎么讲？是糊涂的人。他说今天晚上、今夜，倘若上帝要把你生命带走了以后，你所拥有的你要留给谁？你所赚来的你要留给谁？倘若今天晚上上帝要把你生命取走了以后，你所拥有的你要留给谁？所以上帝说无知的人，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是写说糊涂的人。弟兄姐妹们，牧师刚刚讲过，在日光之下劳苦工作努力，难道错了吗？用双手靠双脚，用正当方式来经营，然后所得的为自己存起来，以备不备之需，难道这个错了吗？为什么耶稣要责备到说，今夜上帝要把你生命带走，你要把这些东西归给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事出必有因啊，很多事情里面一定是有它的一些因素在，所以耶稣才会谈这样的事情。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好端端讲这个比喻干嘛？好端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别人干嘛？一定有它的来龙去脉嘛，一定有它的因素在。所以你看到这个比喻的前面，原来有一段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个人，他在耶稣传道生涯的时候，跟耶稣讲：耶稣啊，你能不能跟我的哥哥讲一下？跟我的哥哥，你吩咐他，你跟他讲说，家里的财产赶快来分一分啊！家里的财产，父亲留下来的财产，赶快来分一分。而耶稣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就回答他说：我什么时候成为你们家的断食官呢？我什么时候成为家务事的审判官？谁立我做这样的事情，来为你们做这样的事？弟兄姐妹们，俗语不是讲一句话：清官难办家务事，那是你们自己的家务事啊！分财产怎么关我什么事？是你们家里的。如果分财产要交由别人来分，这个家庭本身有问题哦，怪怪的哦。如果这个财产还需要别人帮你们分，这个家一定有问题啊，怪怪的。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谁立我为你们家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耶稣当下就把语气转换到群众，告诉他们：你们要谨慎自守。什么叫谨慎自守？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啊！因为接下来耶稣要讲的下一句是什么？人不能贪，不能贪，即便家财万贯，到最后对你的生命也是毫无益处了，也是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不能贪。弟兄姐妹们，言下之意是什么？耶稣言下之意是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他看穿了，原来这个人他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一个意图，他有一个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今天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耶稣要教导我们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人生当中可能带给我们许多的反思，许多的看见的。当我们看一处经文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感动跟感触，
那是因为圣灵在你的心，他要让你明白，你所感动的或许跟你的处境有关，你所看见的跟你所可能经历的也有关。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了一个共同点，一个共同点就是财富本身没有错啦，财富本身没有错，人在日光之下劳苦所得来的都没有错，而是什么？而是人对这些东西使用的态度的问题。你对这些东西的态度是神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神要告诉一个人，家财万贯是很重要，在你身旁的这些富有的东西是很重要，但它至少只能满足你肉体身体所需要用的，只能帮助你吃喝住行用，它能填补你这些部分。但是人的生活只有这样而已了吗？人的生命只有这样而已吗？人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会有生老病死，人在自然的变化当中，可以从儿童变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到老年，到有一天要面对上帝。在这样自然的变化里面，哪一些东西可以用金钱买回来的？谁能用金钱买回来自己变回18岁？谁能用金钱把自己买回来，回到少年同时儿时的回忆？弟兄姐妹们，钱事事都能，但不是事事都行。所以耶稣要告诉当时所有的人，要告诉他们，生命在乎的不只是这个家财万贯，生命要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说，原来一个人他要丰盛，要饱足，不单只是这些东西，还有一种从心灵而来的一种平安跟喜乐，从心里而来的一种平安与喜乐。上个礼拜才刚刚过母亲节，对不对？才刚刚过母亲节嘛，哈，多少的母亲多么期盼在外的孩子游子们能回到家里，来聊一个家里怎么样，中秋月圆一样，来一个大团聚。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这样？哪一个身为母亲的不希望说，我今天的孩子已经在外打拼了这么多年，所有孙子还在外读书，在这个母亲佳节里面能让一家团聚，大家坐在一起。弟兄姐妹们，这么微薄的一个要求，是一个母亲的心声啊！哪一个母亲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当然大家都要，特别是牧师现在也特别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牧师自己有4个儿子，2个读高中，2个读国中。那今年一个国中的要毕业，一个高中的要毕业。过去在牧师的家庭里面，早餐吃在一起，中餐吃在一起，晚餐吃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然后每天晚上孩子们跟父母亲聚在一起吃个饭，这是很平常。这样的一个天伦之乐是觉得说垂手可得的。但是渐渐孩子长大了以后，在外读书了，也有的开始住校了以后，你知道吗？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饭是一件事很难得的要求呢。一家人要聚在一起吃饭是很难得的要求。在餐桌上很难看到所有的孩子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了呢。我在想，天哪，孩子在国中高中而已呢，怎么变成这样子啊？特别今年非常喜欢礼拜六跟礼拜天啊，特别喜欢礼拜六礼拜天。除了可以在教会服侍以外，礼拜六礼拜天是什么？那是什么样的喜悦？因为可以看见孩子回来啊，可以看见孩子回来。那礼拜六看见孩子回来以后，就可以一起用餐啊，一起大家坐在餐桌上，就回到了小时候看到他们的成长一样。弟兄姐妹们，自己也这样经历之后，我也知道，在上个礼拜的母亲节，多少的母亲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这样的一个期待，能盼到孩子，能盼到孙子孙女
都能回到家里，能一同聚在一起。当然，我也相信很多的家庭也是因为孩子们可能在外，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许多的职务的关系，可能有时候也会有没有完全出席，完全在当中。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遇到的问题，你我都遇到的问题。这个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喜乐，内在的平安，心里面的一种快乐满足，而不是金钱可以买来的。金钱不一定买得来这样的一个心灵性上的一个喜乐跟快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在乎的，所看重的，告诉当时所有的人就是这个区块。耶稣告诉他们，不要为了吃的喝的烦恼。你看看后续的圣经里面，经文里面12章后续继续都在谈这样的事情。他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神照样养它；地上的花朵，这个草，你看今天这么漂亮，明天枯干而死，神还是装饰它，让它这么漂亮。谁能用烦恼让自己的生命多加1刻，多加1年，多加10年？你看看后面的圣经，后面的经文里面，耶稣花了一些时间在那边叙述。总而言之，耶稣要告诉大家，先寻求神的国，你就会感受到更多的祝福是接踵而来的。你要先得着上帝，你才能感受到周遭的环境是接着而来的。换句话说，你今天没有跟神的关系很好的话，即便你拥有了什么，就像耶稣讲的一样，无知的人，今天晚上我把你生命带走了以后，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要归给谁？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知道一个事情，一个道理嘛，人有生命，其他的事情才有意义，对不对？有了生命才有意义嘛，有了健康才有意义嘛。最近这2-3年，你看这个周遭的这些我们所担心所害怕的这些疫情的一些溃散，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里面，造成我们生活不便，造成我们许多的事情里面，人跟人之间都有隔阂，人跟人之间都有一些互相猜忌。哇，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如果可以用重金买回昔日的平安，昔日的自由，当然大家都要用重金买回来，我们就不用花费一直买筛剂，花费一直买买许多的装备来保护自己，就不需要花那个钱。我们如果能用钱买回昔日般的自由生活，我们也愿意。可是许多事情不是说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换回来的，可以得回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对上帝有信心吗？你对上帝有信心吗？旧约圣经里面再三再四的告诉大家，你看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之前，上帝行了10个灾难。你看前有大海，后有追兵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人往前也不行，往后也不行，前有红海，后有以色列追兵，怎么办？上帝只让摩西敲打这个红海，红海一分为2，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如果你相信，你才会继续坐在这里；你不相信，你才会很疑惑，然后呢，很难安静坐在这里。也只有相信的人，他可以坐在这里；也只有坐在这里的人，他才能经历这教会60年的变化。往后的60年，往后的一甲子，也只有这样的人可以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们，信上帝是一件要用信心来回应的，要用信心来去挑战的。信上帝不是用嘴巴说的，而是用你的行动来去经历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丰盛。今天你可以从耶稣的经文里面看见什么叫丰盛。丰盛不是今天你所拥有的外在的价值，
这些价值只有提供你吃喝，提供你可以去使用而已。今天的丰盛，耶稣把这个丰盛的层级再拉高了一些，是关乎到你生命的事，是关乎到你未来的事。耶稣把这个丰盛的层级拉高到是关系到你生命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想一想，一间教会的丰盛怎么样才算丰盛？很多人喜欢看数据，对不对？喜欢看数据。一个教会要越大越好，盖得越高越好，越宽越好，然后呢，人数越多越好，然后呢，教会的事工越多越好，再来呢，年收入越多越好。大家都喜欢看数据，用数据来一较高下。弟兄姐妹们，真的这么多了以后，你有完全的丰盛吗？这么多了以后，你内在真的有平安跟喜乐吗？不一定呢，不一定。当你越多，可能你烦恼越多，可能你越多，你的责任可能越大。不一定你丰盛，也不一定你会讨主所喜悦呢，赢得上帝的肯定，也不一定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奉献的意义上，耶稣要门徒看，你看奉献，你看奉献。当有一个寡妇走过来奉献的时候，只要2块钱而已，投进去，然后就离席，而跟他的门徒做一个机会的交易下，他说：“你看这些人当中奉献谁比较多？”当然，大家都会指向那个数字比较高的。当时耶稣说：“不是，奉献最高的就是刚刚那个寡妇，那个。”他们懵了呢，2块钱怎么会是最高的？耶稣讲了一个其中的典故跟道理。耶稣说，其他人奉献都是他们多余的，他们剩余的，他们的余额，而这寡妇奉献的是他的全部，他的下一餐也没有了，他把他的下一餐也投进去了，他连最后一餐都没有了。所以在神的眼光，在神的眼里，他奉献的最多，他奉献的最大。弟兄姐妹们，不是要人比人，而是用尽全力，而是尽你全心。所以教会需要的不是他的才华有多好，有多高，知识水平有多高，教会需要的是什么？一群愿意为上帝做事的人，一群愿意为上帝的国、上帝的教会做事的一群人。教会需要这样的人。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这么多的教会，在东南西北里面都有这么多，有大大小小的教会。特别可能你们比较不太知道原住民教会，你可能去看原住民教会，现在原住民教会盖的也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宽。可是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富有人呢。原住民的部落村庄没有一个人是富有人。而且在教会的草创开始之际，没有一个是高知识水平的人呢，没有呢。高知识水平的人都是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工作出去外面打拼的，留下来都是只是农夫而已呢。可是呢，这些人就是愿意，这些人就是肯，走过了10年，走过了20年，走过了30年，他人教会慢慢成长，慢慢进步。今天教会需要的，当然有多才多艺更好，有一些才华更好，有一些才能更好，但是教会更需要的是一群愿意为上帝的教会做事的，肯在神的教会与上帝的仆人一起同工做事的。感谢主，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位牧师。当牧师刚刚进到这个教会，我们离牧师很谦卑很客气的跟牧师打个招呼，向牧师问个安，也跟牧师大概简介一下，简单介绍大概的流程，大概的事情。弟兄姐妹们，牧师很谦卑的，很和气的，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也今天跟我们大家一样坐在当中。上帝需要这样一个谦卑柔和的一个牧者，上帝需要这样的一个牧者。我要告诉大家，
当狼羊教会在一个市中心，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必有上帝的美意在。神让狼羊教会在这个地方坐落，神有他的心意跟他的想法同在。我们说今天一个人的光景是这样，并不代表将来他的光景是那样。你知道将来会是如何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用信心来去回应，我们用信心来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狼羊教会是上帝眼中的一个宝贝，神爱这个教会如同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样。神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是有基督的爱。如果没有基督的爱，今天神学院就早就在时间当中已经淘汰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神学院在时间当中早就淘汰了。你可以知道，神学院走到今天，没有中央的补助金，没有地方的补助金，神学院走到现在完全都依赖教会的赞助、教会的帮助、教会的奉献，走过了一大甲子，今天继续能坐落在那里，是教会支撑的神学院。所以我说，教会丰盛，神学院才会蒙福；狼羊丰盛，神学院才会蒙福。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我知道，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把我们的最优秀的青年，愿意为神服侍的青年，我们从教会培育他到青年了以后，再可以送他到神学院里面受装备。在神学院经过了装备以后，他又投入到教会里面，在做上帝的工作。那种关系就像是什么？以色列人跟利未人的关系一样。以色列人跟利未人的关系一样。弟兄姐妹们，当教会丰盛的时候，神学院也必蒙福。但是教会丰盛的时候，神学院一定蒙福吗？也不见得。话又回到了，是教会要有爱心，就像弟兄姐妹对教会要有负担，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教会有所看见，有所愿意。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教会的事工有所愿意的时候，能参与的时候，教会就不一样了呢。教会就不一样了。倘若弟兄姐妹们无法在教会的事工上参与的时候，当然教会要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成长，可能是在时间当中需要漫长的道路，缓慢的前进。但是弟兄姐妹们，你多爱神的教会，神的国，那神的教会因为你很快复兴起来，很快成长起来。愿上帝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愿上帝祝福狼羊教会在这里的传福音的工作都能赢得更多人能在神的教会里面发光发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恩典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牵引着。特别在狼羊长老教会，你的仆人看见在这一个市中心里面，神啊，你让教会坐落在这里，必有你的美意在。在经过了前面的60年，在未来的60年，肯定这个教会能在狼羊地区发光发热。因为主，这是你的心意，让市中心里面有一间这么漂亮，这么温暖，有一间这么愿意委身服侍你的教会。求主帮助，让更多人因这个教会而蒙福，也求主帮助现有的所有弟兄姐妹们都能在信仰的真道里面，都能参与在神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的教会都能日日的成长，日日的丰盛。哈利路亚！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这时，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36首，天
天顶大开恩典的门，天顶大开恩典的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只是咱同心来奉献，请为家己准备一个信封，每摆礼拜的时就所甘心乐意的奉献，放伫信封内底，伫你方便的时再带到教会。请咱起立来吟奉下个诗歌。
间教会咧遮61年啊，阮应该为主做啥物？做阮恳求你，想处你的圣灵甲阮伫地，互阮知影，即间教会咧遮要创啥？当阮献出你想事的淡薄，做教会录音，请你干纳，为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路加福音12章21节。咱做伙来读，共款为着家己积住财富，无互上帝看做好野的，嘛会安尼。这是报告。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感谢南二区泰雅尔总会和平教会曾义勇牧师代表学院到本会请安报告正道。这是代表教会感谢詹牧师来分享上帝的信息。请兄弟继续为本庄原住民神学教育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点，本会曾把就是曾必三兄弟，伫5月13日安享主怀，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三点，下主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台北大专中心主任林婉婷牧师代表中心要来本会请安报告甲正道，请为北区大专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另外，本会林牧师因为有代志请假，要前往台南，也请为林牧师出入平安代祷。第四点，因为本会对4月30日有确诊者足迹，所以对5月初2到5月31日暂停所有实体聚会。第5点，鼓励兄弟报名成人主日学伫每主日上午8点半到9点20分的信仰造就班，以信仰生活实践为主。要请吴芬兰传道担任上课的讲师，欢迎兄弟参加。上课的日期，等恢复实体聚会了，继续上课。第6点，申报所得税所需要的奉献证明已经放伫奉献袋啊，请兄弟爱会记哩早转去。第7点，6月18号拜六上午10点，伫台中民族路教会为何茂勇弟兄、林春雅姐妹的长公子何恒义弟兄，甲蔡佩珍小姐举行结婚感恩礼拜，邀请兄弟来为新郎祝福。要参加的，请上网各群组连结来登记。具体消息：第一点，七星中会相联部5、6月活动拄到疫情高峰期，全部暂停。代祷的事项，请看本周的代祷函，并且付出祈祷的代价。顶周奉献报告，请兄弟家己过目，有错误的所在，请向财务同工更正。下主日服侍的兄弟，请准备心。以上报告，无事。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恳求你兴起发光，你的阳光临到台湾这片土地。主耶稣捌对使徒讲：“我用平安留地予恁，
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主啊，你是平安的源头。面对台湾的疫情严重危险，染病的人数日日在增加，阮的心有惊吓、不安、无奈，生活中有重担，工作中有压力。感谢主，你用你的话语坚固阮的心，互真正将真正的平安赏赐信靠你的人。我靠主，阮就无惊吓，无忧喘。主啊，我要恳求你，伫主的医治中，互染病的人得到医治，早日恢复。伫主的观念中，赏赐政府官员有智慧，政策的决定有疼百姓的心，有帮助百姓解决民情所拄到的问题，互台湾度过即摆的防疫。伫主的人民中，加添医护人员有够业的气力来照顾病人，因承受的压力，主你拢知影。恳求主亲自成做因的帮站。赏赐台湾有够业的医疗资源，恳求你人民看顾，喜乐你的救恩，让疫情早日结束，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教会年老的兄弟因为疫情的关系减少出门。恳求主甲因三角地带，因就无孤单。日日我靠主，心内就充满主的平安甲喜乐。阮只是也要为后礼拜要参加国中会考的青少年来祈祷。恳求主赏赐因有健康的身体，有属天的智慧甲头脑，有喜乐的心。有上好的状况来考试，求主引带领因行头前的路。主啊，曾碧山兄弟已经煞了地上的劳苦，回去天的厝，伫主的怀抱中，恳求主的圣手亲自安慰。甲扶持遗族，拭去因的目屎。虽然有毋甘，毋过阮知影以后要相见伫天堂。感谢主，赏赐永远的望互阮。主啊，我嘛要恳求你继续保守教会兄弟有身体病痛的，求你医治。心灵软弱的，恳求主赏赐因坚强的心。感谢你听阮伫你的面前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请咱做伙来吟上咏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林牧师祝祷。Praise you,
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阮原是不配，但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互阮会通大声比别人较早来得到主你的恩惠。但是主，阮也知，阮所对主你所领受的这恩惠，毋是干那要互阮得到安尼恩惠，安尼若定，乃是要因为阮所对主你所领受的这恩惠，要互侪人来得到福气。但也愿主你纪念你家己所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玉山新人院因伫迄个所在，安尼为着主你的正教会安尼备办侪你下用的器具，也愿主你纪念因所做，也互安尼学院会通安尼培养更较侪主你所要中用的萝卜，互主你的教会会通更较广阔。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祝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到，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这灭道必回。